点亲下来，无论是大作也是下注，点亲的肯定出会天顶风摇。在此演当中，各种层次的强势，本人的无限的世界得到休息，在岁月清河当中生出感恩，也就是自然的疗愈力量。你有想过人生到底有几多是要变下来的吗？真正作为到嘅变下又有几多呢？还有当人会讲变下来，佢係退休過後將會上嘅事情。今晡日我會到後山花蓮去拜訪一對對台北遷徙過來，本人喊做係兩個昂嘅兩公婆。看看那幾條嘅講發現，還有幾條很樣嘅好事變下嘅故事。歡迎來到我哋嘅醬醬綠世界。哇，很後生嘅主人，很大嘅家人咯。我當好奇係某個原因，本記到啲18年前就決定愛曬到花蓮咯。我讀台北出世的時候，我唔是去陽明山過，因為從無都要走鐵路做事情，是想辦法從去到前青龍川。不過你從到最尾，你會想。因為空虛，你可能因為買到好好的茶，你可能會是學過當的樣來沖湯。不過你會發現你很欠一個東西，我喺度在想，我用表面一生我用表，好像沒有什麼意義。所以我認為我做差不多噶，我想離開噶，我是為親動都為首。最尾穿到了尾，我就感覺了尾人的生活動慢，所以我想應該生活動好。比鄰人喊佢老劉，因為當腦對求名利嘅想法，將曬到花蓮去。而親雖然天天老公行，還係經歷過一段適應期。嗰擺20歲過來，我係身邊嘅朋友老同學，佢哋係都市咧傳簽嘛，我到那種生活，我想我到佢哋比起來都冇強容，我從佢而家農民家。不過都過來咪唔管嘛，因為賣東西啊，還有某些人因嘛，所以又花2-3年又去習慣那種事情。該不過是會按用會被到花蓮按來有來去，因為動都冇管的東西。不過自己心情調整好，生活的步調經歷好，其實那種生活係動因動上過的。兩公婆雖然為到追求簡單的生活，將曬到種下底，卻還忙拋開都市人嘅習慣。故說幸福老成嘅時節，天然就做成安尼，完全係都市社工業嘅翻版。其實呢，各行我就不好比公園是動很標準，因為我們喜歡單一的東西，比如說。草皮這種加減草，你就加減草，你不允許外來的草進來，然後來到每個地方都。可是你會發現講，第一你有東西你沒有體力，第二聽一點，該修的時候你冇時間了。作為彼此從公園共用嘅田園，唔但將花鐵當到時間精神，效果也無幾好。經過嘅幾下年無停嘅學習同克服困難，兩公婆調整心態，唔但將啲理想同自然之間尋到平衡，還抒發到當到意料以外嘅事情。7-8年以後，有一年我就摸一隻腳機啊，摸一個泥機啊，發現種到椒啊，還有果子狸啊。很多東西都會來，所以我就從他們5倍修下田，地倍是盡量沒有必要修，我就什麼要修，除非說今年動亂呢，我就留意修來。不習慣啦，可第2年以後就覺得還好，第3年以後就覺得自己很輕鬆啊，然後物種也多啦，然後覺得說其實你幹嘛去按你執着。堅持講，你一定會，你啊一定會講我要用，反而使到大自然共同勞逸配合啊，
那配合你底下你一竿唔转跳，平衡你控的东西。寻到土地同自然嘅相处之道過後，用公婆將真建造的開始享受一切嘅美好。喺1500平嘅空間地度，老劉最好嘅係我嘅面前嘅拍嘅油拿。這係之前愛種樹噶，唔係樣種嘅，從家下就種喺小葉蘭人嘅，結果發現小葉蘭人農萬種就唔會上，其實想想，光大樹對風落去噶，那種繞動醬，所以我就種講，所以我就了樹全部凍水，然後我就一張因果開始種，長得凍好。這個光大樹它有個好處就是它可以隨風飄逸，所以它不管在陽光下或是在風裡面的時候，你會聽到那種樹枝在搖動的聲音，或是那個光影，那個會讓你的心沉靜下來，因為它樹葉很小，那落葉從樹上這樣慢慢飄下來。然後因為我很喜歡掃落葉，因為落葉就是回歸它的土地，然後土地再回歸給它的那個樹養分，所以它是一個循環。我非常喜歡掃落葉，所以我會有時候會積很多的落葉，然後很有成就感的把它靜靜的掃了以後就放在旁邊，然後就可以準備回到土地上去。因為表下堅持。所以也沒成為一種享受，因為順其自然，讓公婆嘅發現充滿活力，係學嘅當到動物、植物嘅適應森林。基地之前嘛凍醬，像公園古龍，草皮非常有彈性。唔講你就草皮從6000年、700年以後啊，氣候會老化，所以去別的稻草來你是孔目館，就準備發現講，其實你冇插起以後。你會發現動植物衝不來，我可能會掉不來，而且該掉後主要會向打，你會有不同種的鳥的聲音。然後早上的時候，你會覺得，這裡面就好像一個劇場，而且它不同四季有不同的鳥種。光大樹它也是那個獨角仙的母樹嘛，它獨角仙來的時候，它量體很多的時候，你會看它們就整天這樣在吸那個樹枝啊。每種樹其實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感覺。你自己要去體會它，否則有人種一棵樹很久了，你從頭到尾都不會去，你只認為它是一個。走起應該就沒強硬來填走了園藝的事情，然後應該就是冇去感受樹的變化跟成長，所以倆自家做就講哦，倆動幸福，啊倆可以發嘞，啊你倆會落種子嘞，所以倆種變化會自家去感受，自家做樣會去感受到，嘿。老劉另外一個最好嘅係後背園內嘅大筆塘，佢係佢規劃理想花園天才純粹嘅元素。不過老劉冇想到嘅係，呢個筆塘會成為最受到歡迎嘅地方。呢筆塘係我最中意嘅呢個海嘅地方，因為這幾天就特別㗎是種東上，呢個筆塘就咧向烏啊。叫熬到條街啊，要鵝啊，同啲啊就咧講，你就鵝腰就咧食啦，雞腰就咧食啦。自家食的自家啊，就咧釣鵝啊，因為你就肚臍咧釣鵝來錢啊。我講你倆英國咧，啊鵝是國內咧，所以可能咪唔含得食，讓我去買鵝食。啊，條擺台北嚟親戚來講，啊去當配，啊試早落是好冇。啊個仲唔得個係朋友，啊結果又講個啊個冇起為凍咯，所以是起早落去，但是都唔含得講，這個是因為啊個很好食的，啊結果又漲嘛，啊這個是太漲，啊還有兩張唔含得是送人的，啊後來養小鵝會又漲啊，又讓伊講買，所以小鵝是行該漲，啊條白個啊個好冇漲，所以啊個鵝。啊，我長度有10年嘞啦，啊，我有19年嘞，所以我都在做盤。不過呢筆塘陰錯陽差是凍猴子，它要變成很多的物種的那個棲息地啊。其實在裡面有很多白腹秧雞啊，紅冠水雞啊。
一个笔筒唔但唱人嘅老了多年来嘅梦想，咩成为新人呢同当地动物最好嘅游乐场。因为同空间分享本次元，太自然咩本爱人最幸福嘅感受。那就我安排有时走了下，看到鸡啊、看到鹅啊、鸭子啊，走了交水。我就是常常爱做暗听，结果见到看到的东西边爱大汉好，所以有时常常像因爱到到前面，到见到古不容，见到系了岛的主人到了带到动好。所以有时做甜嘛，自家会咱去做，安样当真理，搓摸咧，然后看又风安样吹，又了水安样看，心情当好，当时真理好咧，然后就当快乐。看到一片漫漫嘅墙色，係兩公婆學會冰下再冰下過後得到嘅美好。不過萬花園嘅牆色總係係愛由花來裝點。長長嘅花唔但唱想到人嘅目光，咩安慰兒親對家鄉嘅思念。咧黃金夾竹頭是挑白到新竹下辦過來種嘅，佢咪當適合到咧生長，那種孤頂花美動適合，然後這個酒蘭美動適合，所以看到佢開放，我是會想到，新竹咧隻花美開咧，我就睇咧講我袂讀書，又做事咧，你是會想講不下人講用半人，所以你身邊會帶一點不下帶出來的東西嘛，這種東西是讓你出去外地，有一隻東西，然後很安心的感覺啦，你袂一隻思念的一個連結的東西，所以看到了花，我是會想到挑白到新竹獻花的方式。挑白咪係到我下咪係棒草啊，種東西，所以做了到事情動自然啦。你經歷好了到雜草出體是像因心情會好好，有時緊棒是好簡單的工作，你是會常常。首先，就該煩惱嘛個事情，用棒的粗棒好咧，個想法咪快咧。所以有時心情唔好咧，棒粗，你下強咧，伊個心情咪好咧。按吃菜玩上嘅想法，時間久誒，可能有嘗試，咪會吃到唔神奇嘅。不過看到兒親同偉鄰想法嘅態度，我了解咧，同太自然共下講嘢咧。其實都鬧熱，無論係看到植物足飽水分過後，精神飽滿嘅祈禱等等，也係欣賞鳥類昆蟲嘅叫聲同情色，仲係用心去感受，將花園地圖隨時都做得帶本滿滿嘅驚喜同發現哦。下段節目，我哋會拜訪全台灣規劃到最完整嘅園藝療育園區，去了解綠色照護課程，係用嚟協助自閉症嘅成員嚟打開心房，放鬆心情。了解下，聽聽進來哦。在古老的埃及文獻當中，就有記錄醫生鼓勵病人在田園當中散步，按呢做得本身體很較舒爽，也其實就係頭擺綠色照護嘅園區。可能會問，乜嘅係綠色照護呢？係講唔習慣種地為花花草草，也係接送到公園同戶外散步。按你講起來，唔出本綠色照護咧。在花蓮樹鳳鄉嘅黎明向陽園，係一片樹圍上到溶溶嘅點青園區，一片提供友善嘅園藝自然環境。
用绿色招呼嘅概念，引导身心障碍嘅成人呢，置身喺自然当中，本佢哋嘅身心灵得到疗愈调整，每看佢哋嘅片嘅创况，训练土地工作嘅技能。對當到家長來講，做得講係一個充滿愛同希望嘅園區。今本日來上課嘅係3名自閉症嘅成人嚟，向陽人嘅先生，我用乜嘅方法帶領佢哋呢？其实原疗它主要的用意其实是在制造环境，它有一个让人家舒适的环境，其实会让他们的因为他们情绪起伏不当，那他就利用这样的环境，他的情绪会比较荡下来一点。这时候你再跟他做沟通，其实会更快让他进入状况。他这样子，他学习力就会比较提升。我需要一段时间的时候，让他们在这个场域去转换他的心情。那转完他的心情之后，我们再去上其他课程的时候，他其实都会很 OK 的。是莫小看呀，3名成人呢，動動地進行嘅變土動作哦。剛開始，但唱係訓練佢哋幫助，都會充滿耐心，尋到適合每一個人嘅方法。像季安呐，他不喜欢这个的。我记得在我们最之前的时候，我只要叫他在农田里，他就给我摇手，在旁边疯，他不愿意踏进来，不愿意拔草。那时候我们还只是练习拔草哦，因为我们要从拔草，然后再开始让他们练说什么样的植物可以拔，什么样的植物不能拔。可是他就是打死都不要拔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一直观察他，想说他到底是不喜欢这个土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后来发现说他的小腿肌，一般人蹲坐的这个姿势我们可以，但是他不太行，他的承受力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做蹲这个动作，他会觉得很痛苦，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一直教他蹲，他会觉得他就会产生情绪。我们开始加元素的时候，我们是给他椅子，所以就他有独立有椅子，然后坐着椅子这样子拔。他有一次很感动我，就是说他用跪着拔那里的草，他是用跪着这样子一路拔。可是他竟然没有生气什么，他还很开心，因为他结束完之后他还来找我，因为他找我的时候他不会说嘛，因为他口语没有那么强，所以他不会说，他就会把手这样拿给我，然后我抓他的手的时候，因为我要知道我抓你的手你要干嘛，他就会带我去。很多人来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告诉人家说这是他用的，然后让他建立他的自信心，他觉得好像很不错，就是大家来的时候都会称赞他，这件事好像是可以的。有了，来拿什么？花生是什么？很兴奋哦，因为看到花生会想到什么？猪脚。对哦，因为他对肉很敏感，超爱吃肉的。然后来，我们等一下送花生，所以我们的手这样擦，对，来外面来擦。擦。对，很好，来。看到園藝教育先生對每一個成人呢都按用心進行幾片嘅指導同觀察，成人呢每散忙嘅有所回應，也實在係本人當感動。我會用很多的方式去讓他們快樂，因為我覺得我今天給你這個元素，但是它有這樣的園藝課程的元素之後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人跟人。所以我必須去激發他們，所以我常常會做小丑的角色，我會喜歡搞笑啊，或者是說，就是幹嘛弄他們這樣子，然後讓他們就是覺得說好像很好玩，然後就不會覺得說，不會覺得說這個課程很無聊或幹嘛。穿不老，沒有關係，有自信一點。對啊，我本身園藝科出來的，我知道植物對我自己來說會讓我舒壓。可是我來到這裡的時候，其實那時候我也存在一個問題，我覺得真的就是身心障礙者真的會感受到嗎？可是來到這裡之後，開始做這件事，我覺得他們真的有成長很多，而且他的接受度會越來越好。手很好，就是強嘞，一個放。你不知道，你如果多一直講話，其實長得非常帥的。對啊，深深愛上你，快！其實身心障礙者他很容易老化，快速老化之後變成他的父母親也要照顧他，形成雙老家庭，但是越來越照顧不來。那黎明推動這個綠自然照顧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說能夠延緩身心障礙者的老化，因為身心障礙者一旦老化之後，他容易提早失智。
其实是会造成更多的问题。所以说，黎明推动这个绿自然照顾，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在大自然间能够获得疗愈上面的功能。啊，一个人只要很快乐的话，其实他就看起来就是很年轻。黎明向阳园就像喺台湾當到表達各方正正嘅扮演法，我看到充滿愛心嘅顏料師，我看到單純又認真嘅學習，我看到強勢嘅照顧力量，按平和又溫暖嘅世界，我嘅心要本佢安慰咧。行過講法言，看過講奇蹟。接下來，我帶大家看看客家植物安樣嘅展現新美學。喺客家嘅田園當中，扮演法總係本人眾多和唔大人嘅表達角。有想過冇？係講佢變做主角，做定樣嘅展現，也係講咯。昌秀美唔但唱喺台灣嘅華語舞王，還出國參賽幾下擺，本國際看到嘅優秀表現。大家好，我係昌秀美，今日弄了本人法，當等一下係本人法嚟老頭仔做設計哦，佢配出有內圍曲，還有乒乓曲，還有雪松。我先來插啲乒乓曲。哦，我弄了多的剪短短，插renren吼，了噴法renren慢慢，今面吹了全renren的，好，乒乓就renren這樣動強烈的拍攝，我先插了5個點，吼，到ren來做出來，好，了乒乓曲好嘞，吼，我就來插內圍曲，咪當時這個renren的內圍曲，吼。等它長得果不牛的曲，人家來做人哋了當等一下的扮人法，要當像人式的扮人，瘋瘋的扮人，轉過來看哈，看到嗎？你按插哈，來插就人慢慢按就動不看，插啲法就視片來看得到，插就這樣夠大按下立體哈，唔會講像人偏。紅花要綠葉配，就會弄一些像子，等下按照雪松哈來搭配，等下插落去哈，差不多插1公分到2公分，上下該入的哈係下唔好插哈，你下軟哈，一般來說會弄個比較鐵線的比較好插，才插到海綿裡才不會掉。你過來補點扮人法，好，慢慢的旋轉，慢慢看四面八方有沒有完成哈。今天顏色很漂亮，白色的、黃色的跟桃紅色的，拿去擦，好，一樣讓它有一點層次。慢慢在尋找哪裡有洞沒有擦圓滿的地方，我們就可以再找。第二今年的主題扮人法，所以用扮人法用下豆點來擦，睇下風。插好嘞哈，今年的作品做好嘞，你要竹節按照代表節節夠順，人慢慢，希望你們喜歡哦。情權自然係動物天生嘅本性。唔過我哋接受因為生活嘅無限所填補出嚟。前面嘅機會停下腳步，掂清你感受身邊其實嘛哪都有嘅強勢，可能唔做得前轉嘅填補出清舊嘅記憶，進一步感受到嗰種本自然安慰嘅溫柔。將6世紀貧窮下潛出適合唔嘅強勢療癒。